Sony 呢個牌子喺地球上相信係冇人不識。另一個一樣咁出名嘅牌子就一定係 Apple。咁我提起 Apple 已故嘅 Apple 教主 Steve Jobs， 你一諗起佢就一定會記得佢着嗰件高領黑色長袖衫。呢個差唔多等於佢嘅 icon 嘅啦。佢呢個 icon 都維持咗成10幾年嘅，差唔多去到佢生命最後一刻都仲係咁樣着。咁唔講唔知，原來教主呢一個經典 icon 呢，呢件黑色高領嘅長袖衛衣，原來係同 Sony 有莫大嘅關係啦。而且兩位創辦人惺惺相惜，互相欣賞。究竟點解佢哋呢兩間公司睇嚟好似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但結果最後又會有咁奇怪嘅交集呢？今集呢，我就會同大家講關於 Sony 嘅故事。大家好，我係阿貓，我係貓貓研究所嘅主持人。貓係充滿智慧又有靈性嘅動物，我會好似貓貓一樣，充滿好奇心，捐窿捐罅去揾一啲經典又精彩嘅商業故事，同埋令你有所得益嘅個人成長心得。如果你對呢啲內容都有興趣，就記得訂閱貓貓研究所啦。頭先講到 Steve Jobs 招牌形象竟然同 Sony 有關係，故事就要返到1984年 Steve Jobs 參觀 Sony 日本工廠開始講起。當時喬布斯見到工廠裏邊，無論係最高階嘅主管，以至最基層嘅員工，都穿着同一款好有型嘅外套。佢好奇咁問 Sony 創辦人盛田昭夫：點解每個員工都着制服工作呢？盛田昭夫咧解釋，制服呢個傳統由公司創立初期已經開始。當時啱啱二戰結束，日本窮到窿，員工連一件見得人嘅衫都冇。於是乎 Sony 咧就提供制服，等員工有衫可以着，而且睇起上嚟醒目啲、專業啲，員工士氣都生猛晒。仲有，原來咧當時喬布斯見到嗰件制服係大有來頭，係由鼎鼎大名嘅日本殿堂級設計師三宅一生設計。嗰件好型嘅外套採用咗抗撕裂嘅防水尼龍布料，最特別係可拆卸嘅長袖，讓外套可以輕鬆變成背心穿着，增加實用性，成件制服充滿未來感。喬布斯聽到立即眼前一亮。當佢返到美國嘅時候，佢同員工講啊：我哋都要設計一款咁有型嘅制服俾大家着。點知成班員工立即罵聲四起，惡評如潮。佢哋話：我哋美國人崇尚自由，着衫要有自己嘅 style， 全部人都着同一件衫，老土又核突。就係咁，連討論嘅機會都冇呢，呢個 Apple 員工制服嘅提議就冇晒下文。但係 Steve Jobs 仍然對制服呢件事念念不忘，佢拜託三宅一生幫佢設計衫俾自己着，結果嗰件經典嘅黑色高領嘅長袖衛衣就此誕生。喬布斯訂咗100件，佢就自此從未換過其他衫，一直着到佢生命嘅盡頭。點解我會一開頭用咁長篇幅講 Steve Jobs 同 Sony 佢嘅關係？因為 Steve Jobs 曾經講過，如果你要我揾一間我值得欣賞、設計又完美嘅公司，我淨係一個答案，就係 Sony。點解 Sony 嘅設計會深深被一代教主敬仰？咁就一定要由佢哋成立嘅歷史去了解 Sony 嘅經營哲學同埋設計理念。由而家開始呢，我就帶大家返到20世紀初嘅日本，講 Sony 嘅故事添。講起 Sony 呢，就一定要提到兩位創辦人，佢哋分別係井森大同埋比佢年輕13歲嘅盛田昭夫。井森大1908年喺日本栃木縣日光市出世，佢爸爸都係一位工程師。但係佢3歲嗰年咧，爸爸因為意外得到肺結核，最後離開咗。1933年，25歲嘅井森大從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電氣工程系畢業。畢業後咧，佢進入咗一間叫 PCL 嘅公司，呢間係專門做電影菲林沖洗嘅化學公司。聽起上嚟係咪有啲無聊呢？井森大喺 PCL 工作時期發明咗新嘅技術，佢設計咗明治神宮競技場嘅大型擴音器。呢個時期嘅井森大已經係一個被認可嘅年輕發明家。另一位創辦人盛田昭夫咧就來頭猛好多，佢喺1921年名古屋出世，佢嘅家族係日本最大嘅清酒商家之一，有350年歷史。
盛田昭夫係長子，同好多華人企業一樣，長子係當然繼承人，佢好自然呢成為第15代家族接班人。盛田家族非常富有，據講喺1930年代佢屋企已經有汽車同埋網球場。10歲，盛田呢已經開始喺董事會旁邊坐住，睇住大人們點樣做決策。15歲啊，佢已經檢驗從酒廠出貨嘅清酒品質，測試把關。佢要學識分辨好酒同壞酒，呢個應該係一個完美嘅人生計劃。盛田昭夫應該乖乖地繼承父親嘅工作，成為盛田酒業第15代接班人。但係問題係呢，盛田昭夫根本不想釀酒喎，佢嘅眼睛總係望向客廳角落嘅留聲機。佢中意拆開電器，研究裏邊點運作。佢沉迷技術手冊，機械嘅聲音對佢嘅吸引力遠遠大過清酒嘅香氣。後來啊，盛田昭夫進入咗日本帝國大學理學部物理系。第2次世界大戰爆發，佢被徵召入海軍。不過呢位少爺仔唔需要去前線打仗，佢係運用佢所長，幫助軍隊研發新武器，成為咗一名技術中尉。喺軍隊裏邊呢，佢被分配參與一個秘密嘅軍事項目。喺嗰個地下研究室呢，佢遇到咗一位比佢大13歲嘅工程師，就係井森大。1944年呢，2次世界大戰仍然喺度進行中嘅，但係日本呢已經節節敗退啦。井森大同盛田昭夫一齊研究開發追蹤敵方飛機熱量嘅導彈系統，聽落都好先進。井森大負責技術方向，盛田昭夫負責協調同執行。一個係內斂嘅工程師，一個精明嘅協調者，年齡相差13歲，背景完全不同。但係佢哋發現彼此有住相同嘅東西，就係對創新嘅熱情，對改變未來嘅渴望。戰爭結束，軍事計劃亦都結束啦。但係一段友誼而家先開始。1945年9月2號，日本正式投降。嗰陣時嘅東京變成點樣呢？你試下想象下，成個城市俾盟軍炸到，變咗一片廢墟，啲樓爛晒，條路炸到一個個大窿，啲人冇屋企返，冇嘢食，冇衫着。當時美國個國務卿杜勒斯講咗一句說話，呢句說話深深咁傷害咗日本人嘅心。日本唔使旨意喺美國揾到市場啦。日本人根本冇生產任何我哋想要嘅嘢。呢句說話基本上代表咗全世界當時嘅諗法。日本玩完啦，日本製造呢4個字喺全世界眼中就等同平嘢、垃圾。就喺咁絕望嘅環境下，一個37歲嘅年輕人井森大由佢退役嘅地方翻去東京。佢喺東京做咗啲乜？佢揾到日本橋附近一間炸爛咗嘅白木屋百貨公司廢墟，即係而家東急百貨嗰棟樓，喺嗰度開咗一間細間嘅收音機維修鋪。公司條件有幾惡劣啦，得8個員工，連一部似樣啲嘅機器都冇，員工要自己整辣雞、線圈，甚至螺絲批。間廠嘅地下凹凹凸凸，一落雨啲水就滲晒入嚟，有時連份糧都要分2次先出到喎，因為真係太窮啦。但係井森大喺嗰個時候寫咗著名嘅創立宣言，而家仲保存喺 Sony 嘅辦公室入邊。入邊得一句說話：建立一個工作場所，令工程師可以感受到技術創新帶嚟嘅喜悅。唔係為咗賺錢，亦都唔係為咗做全日本最大嘅公司，純粹係為咗俾工程師一班好似佢咁對技術好痴迷嘅人，可以喺一個開心嘅環境下做佢哋中意做嘅事。1946年初春，井森大寫咗封信俾盛田昭夫，信嘅內容好簡單：盛田君，我有一個好瘋狂嘅諗法，喺呢個俾人摧毀晒嘅國家，用我哋嘅技術去創造一啲前所未有嘅嘢，想唔想同我一齊搏？盛田昭夫收到呢封信嗰陣，佢就知道係乜嘢一回事。呢個就係佢等咗好耐嘅機會，但係佢面前有一個好重大嘅抉擇。一邊呢係350年清酒家族傳統，佢係有責任要繼承嘅；另一邊呢係一間喺廢墟入邊冇人識嘅山寨工廠。佢行入父親盛田久咗衛門嘅書房，佢講出咗一句改變佢一生嘅說話：父親大人，我想離開家族，去東京搏一搏。盛田爸爸係個傳統嘅清酒生意人啦，佢本來可以反對，可以話唔得，你一定要繼承家業，但係佢冇咁做，佢反而係咁講：
如果你想做其他嘢，發揮你嘅才能，我都覺得你應該去做咯。跟住盛田爸爸咧，仲用咗做清酒生意賺翻嚟嘅錢，投資咗19萬日元，用今日嘅幣值計算，大概等於而家幾百蚊美金。用呢筆錢投資去呢間蝕緊錢又冇人識嘅工廠仔，佢信佢個仔一定會成功，亦希望佢成功。於是乎咧，1946年5月7號，井森大同、盛田昭夫創立咗東京通訊工業株式會社，亦即係 Sony 嘅前身。喺創立時只有20幾個員工。東京通訊工業株式會社成立之後，面臨咗一個好實際嘅問題，要做乜嘢產品？有人提議做電飯煲，聽起嚟係唔錯嘅建議啦。戰後日本唔夠燃料，一個自動電飯煲可以節省時間同燃料，需求一定好大。工程師設計咗一個設計好簡單嘅電飯煲，基本上係一個木桶，底部連接鋁電極板，用電流加熱米飯。聽起上嚟好合理啦，實際一啲都唔合理。問題係電流無法均勻加熱，一邊會燒焦，另一邊仲係生嘅，結果完全取決於米嘅種類、水嘅多少，甚至天氣，根本無法控制飯嘅質素。盛田昭夫咧後來坦白地講咧，覺得呢個產品咧好丟架。第一年嘅業績點咧？營業額唔到7000美元嘅，利潤只有300美元嘅。如果係一般嘅企業，可能早就執咗。但井森大對佢嘅團隊話，失敗係創新嘅一部分，每個失敗都教識我哋一啲嘢，我哋要從失敗中學習。1950年轉機嚟到，盛田昭夫有個諗法，點解唔做磁帶錄音機？當時全世界只有美國同歐洲幾家公司掌握磁帶錄音機技術，日本冇任何公司做過，冇技術、冇材料，乜都冇。但係佢哋決定做。井森大派咗一位年輕嘅工程師叫木原信敏去領導呢個項目。木原開始瘋狂嘅實驗，佢試驗不同嘅磁性塗層，試驗唔同啲基材，試驗唔同嘅黏合方法，一次又一次失敗。然後有去到1949年底，奇蹟發生，佢哋成功製造出第一卷可以用到嘅磁帶。測試裝置係乜嘢啊？好簡陋啊，就係兩個唱片轉盤。木原將磁帶嘅兩邊分別連到轉盤上，得咗聲音清晰地播放出嚟。1950年推出支型錄音機，呢部機重達35公斤，售價16萬日元，以當時嚟講等於普通人1年嘅人工。但起初盛田完全唔知道點樣去銷售呢個錄音機，佢去咗好多富有嘅家庭做示範，但係所有人都覺得呢部只係一部昂貴嘅玩具。後來佢嘗試推銷俾學校使用。學校發現可以用呢部錄音機嚟幫助英語教育，之後法庭發現可以用呢部錄音機做法庭記錄，於是乎支型錄音機就開始俾政府機構購買採用，總算係公司第一個成功嘅產品，而且賣得出嘅產品，亦都係日本第一台國產磁帶錄音機，總算係一個唔簡單嘅成就。1952年美國貝爾實驗室發明咗晶體管技術。呢個小小嘅零件可以將電子產品嘅體積同耗電量大幅減少。井森大同盛田昭夫知道晶體管就係未來將來嘅電子產品，一定係又細又容易攜帶，晶體管係必須嘅技術。但係晶體管技術授權費高達25,000蚊美金，即使係70年後嘅今日，都係一筆巨額資金，對東京通訊工業嚟講係天文數字。當時銀行唔肯借甚至日本政府都反對，通產省官員指住呢項技術搖搖頭。官員話：你哋冇必要花咁多錢去買一個只係代替真空管嘅技術。但係井森大同盛田昭夫堅持咗2年，不斷說服政府官員，不斷尋找資金。去到1953年8月，盛田昭夫終於獲得資金許可。佢飛往紐約，親自去同貝爾實驗室嘅母公司 Western Electric 談判。28歲嘅盛田昭夫英語講得麻麻地，佢仍然硬住頭皮同 Western Electric 嘅代表談判。最後對方同意咗正式授權晶體管技術，但係而家先係真正困難嘅開始。貝爾實驗室俾咗一份食譜，但係呢份食譜唔夠詳細。
東京通訊工業嘅工程師必須親自飛去美國，喺工廠裏邊努力地記錄低製造晶體管過程每一個細節，然後佢哋返到日本，從零開始自己製造必要嘅機器，自己設計製造流程。咁有幾難呢？想象一下，你有一份英文食譜，但裏邊只有原材料同名字，冇具體嘅做法，你要靠住觀察人哋嘅廚房嚟猜測。1954年呢，東京通訊工業成功製造出日本第一粒晶體管。1955年8月，一個歷史性嘅時刻到嚟咗，咁就東京通訊工業咧推出咗日本第一部自行生產同正式喺市場售賣嘅晶體管收音機，型號叫 TR-55。TR 係咩意思呢？ Transistor Radio 即係晶體管收音機。呢個產品咧改變咗東京通訊工業，改變咗日本，改變咗世界對日本製造嘅睇法。從此，日本製造唔再等於廉價同劣質，而係擁有世界領先嘅高科技技術。1954年春天，盛田昭夫帶住 TR-52收音機原型去咗美國紐約。順帶一提咧，呢個行程帶嚟兩個關鍵時刻。第一，盛田昭夫覺得產品終需要有一個容易發音嘅牌子名。東京通訊工業呢個名稱，無論日文仲係英文都非常難讀。於是乎，佢諗咗取自拉丁文 sonus， 即係聲音嘅意思，再改良為容易發音又易記嘅 Sony。佢仲查證過 Sony 呢個發音喺其他世界流行嘅語言都係好容易讀出，就咁樣 Sony 咧世界品牌就此誕生。關鍵時刻第二點就係 TR-55未正式推出前，其實仲有一部 TR-52原型機，亦即係盛田昭夫帶去美國推銷嘅嗰一部機。但係呢部收音機從來冇喺市場上出現，因為當去到1955年5月嘅時候，隨住天氣變熱咧，工程師發現 TR-52正面嘅塑膠面板竟然會因為高溫而開始拱起嚟，甚至變形脫落。Sony 嘅工程師即刻諗辦法將面板改為用鋁做。另外，亦都由 TR-52簡陋嘅手工焊接改為當時最先進嘅印刷電路板。講返盛田昭夫1952年初嘅美國之旅，佢見咗一間美國好出名嘅公司 Bulova。寶路華係美國手錶巨頭，過百年歷史，全世界都識。寶路華嘅採購經理睇住 TR-52，一部小小輕巧又可以放入口袋嘅收音機，佢眼睛發亮。佢同盛田講：我哋想訂10萬部，10萬部對於小小嘅 Sony 嚟講，簡直係一個天文數字嘅訂單，係超級大生意。但係呢，寶路華呢有一個條件，要將嗰個收音機嘅牌子名呢改做寶路華，唔係 Sony。盛田昭夫面臨佢人生中最重要嘅決定，一邊係10萬部嘅訂單，一邊係無名品牌嘅遺憾。佢原本咧可以講好嘅成交啦，然後 Sony 就唔使再擔心資金問題啦。但係盛田昭夫咧決定拒絕呢單大生意。佢同寶路華嘅代表講：寶路華已經存在咗100幾年㗎啦，你哋永遠都係國際知名品牌。而 Sony 呢，我哋啱啱先開始，我哋要建立一個品牌啦，一個同樣會持續100年嘅品牌。我唔能夠喺我哋第一步就放棄我哋嘅品牌。寶路華嘅經理無法理解呢間又細又無名氣嘅日本工廠究竟喺度搞乜嘢。呢單大生意隨時令到佢哋公司起死回生，竟然會拒絕。但係盛田昭夫堅持。好多年後，盛田同人講：呢個我一生人中做過最好嘅決定嘅。冇寶路華嘅訂單 ，Sony 點算呢？之後咧，盛田昭夫咧向另一位美國買家推銷 TR-52。今次呢位買家同樣被 TR-52小巧精緻嘅設計深深吸引住，佢仲同意可以用 Sony 品牌。佢向盛田昭夫提出報價要求，分別係5000、1萬、3萬、5萬同10萬部嘅價錢。
盛田超夫返去酒店計咗成晚，最後佢報價係價錢1萬部最低，之後3萬、5萬、10萬價錢會一路上升，亦即係話訂得越多，價錢越貴。美國買家當堂目定口呆，難以置信。佢向盛田超夫講：我從事採購幾十年，從來未見過咁奇怪嘅報價單。盛田超夫誠懇咁解釋：我哋工廠產能非常有限嘅，如果接到10萬部嘅訂單，我哋就必須增設生產線，僱用更多工人，租更大嘅廠房，咁會導致成本上升。我唔能夠為咗追求短期利潤而過度擴張。萬一投資咗之後，訂單大幅減少，我哋公司隨時會因為超高嘅成本而倒閉。所以我寧願踏實地一步步擴充。呢種非常誠實且自信嘅反向滑動式定價，非但冇嚇跑客戶，反而讓對方對盛田超夫做生意嘅智慧深深佩服。唔好忘記咧，當時盛田超夫咧只係一個20幾歲，連講英文都唔掂嘅日本小子。最後呢位買家落咗一張好合理1萬部嘅訂單，成功讓 TR-55打開咗美國市場嘅大門。今日咧，我就先同大家分享咗 Sony 成立初期嘅故事。兩位創辦人各司其職，互相補償。井森大咧就精於技術，盛田超夫就精於銷售。其實後來成立嘅 Apple 咧都同 Sony 好相似，同樣係兩位創辦人。Steve Jobs 就係天生嘅銷售聖手， Steve Wozniak 就係天才發明家。唯一唔同咧就係井森大同盛田超夫嘅友誼咧係一直去到兩位離世為止。而兩位 Steve 去到80年代中已經分道揚鑣，冇再一齊做任何事業。咁樣可以睇得出 Sony 兩位創辦人幾咁合作無間，完全信任對方。你試諗下，當公司喺創業初期仲係水深火熱嘅時候，盛田超夫竟然拒絕寶路華10萬部嘅訂單。換轉第二個拍檔，我諗已經即刻反面收場啦。我相信就係因為呢一份信任， Sony 先至可以之後成為世界頂級企業。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如果你哋有興趣想再聽多啲關於 Sony 嘅故事，我係好樂意製作下一集。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之後 Sony 曾經做過幾件科技界嘅大事，改變當時嘅世界，例如風靡全球嘅 Walkman， 仲有失敗收場嘅 Betamax 錄影帶。我哋下集再見，拜拜。